讲到这两岸局势真敏感，国防部证实讲，中国解放军的山东虎昨下晡开始呢，就伫咧海峡中线西边对南向北驶，今早起游园伫咧继续。国军强调讲，拢有掌握到这海空气的动态。啊，若这山东虎出现伫大海，敢是甲 APEC 的拜习会有牵连，引起众人关注。中共相关区域紧张局势，强军航南山东号进行伫台湾东南外海西太平洋的海域进行12天的远海训练，传出车牌出现伫台湾海峡。国防部证实，山东号车牌下晡开始沿台海中线西边由南向北航行，车到早起持续向北航行。国防部讲，运用联合情感侦手段，掌握海空域的动态，派遣兵力监控应对。中共山东号航舰编队从昨天下午起，沿台湾海峡中线以西由南向北航行，到今天上午8时许，经北部海域持续朝北航行。中共机弹嘛加入扰台，国防部查到共机13台，其中超过海峡中线，甲进入东南空域5台，共南5隻，伫台海周边活动，预计殲10苏凯30，拄好伫海峡中线北部空域。山东号最近军事动作真济，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干部严密监控，为10月28至11月初5，一直追踪山东航南打击群，伫西太平洋演练570架舰载机起降，所来以顺时针的路线通过巴士海峡，再过经由海峡中线上北，分析军事意图，外界研判山东号可能向准关岛。它的舰载机歼15基本上是非常重型的舰载机，然后它的设计上面也还有一些缺陷，所以它整体来说，它的航空战力是相当有限的。那么反而中共的航舰战斗群对台湾而言最大的威胁，反而是它周边的那个护卫舰可能携带的那个长程巡弋飞弹、公路巡弋飞弹这些火力对台湾而言可能是更大的威胁存在。学者认为，山东号是传统动力航舰，应该是登去大连警报，加另外一只航舰辽宁号，拢做训练用途。现阶段也是无法度加美国的航舰打击群对抗。颠倒是拜习会伫要伫 APEC 上场，山东号这个时阵驶入台海，时机真敏感。不过学者研判，政治意图可能性较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